山剑法，左去右回。残存一抹路，兵败如山倒。那个传闻中杀人从未失手的刺客组织，残兵。 不要慌，速速列阵，拦住他！阿火，快来救命啊！赵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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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大人传令，让您速去主船护卫。知道了，不用那么大声，我的耳朵一向很灵光。快保护许林大人！来人，救我呀！闪开！活儿打得好！那只救火来迟，大人受惊了。有我父子在，定保大人无恙。火儿小心，给我杀了他！没问题，不出2招，取你狗命。长山剑法，左去右回。给我死！小心，危险！
亲！能在1年前就谋划到今天的安排，看来你背后的谋士不逊于老夫。哎呀，我很好奇他是谁。你已经用不着知道了。临危不乱，你果然不简单。徐某真的很喜欢你，只可惜我偏要来送死。对，真的很可惜。做我父亲的人都会死得很可惜。许林大人，受死吧！唉，我的命你拿不走的。哼，没有后手，岂敢称西凉第1军师？赵火，1打15，你有胜算吗？小子，就算是吕布，也未必能从我们剑下逃生。你现在连可惜也来不及了。我虽从未见过吕布，但我的理论是，打10几个高手，总比打几百个喽啰来得轻易吧。世人皆知我许林麾下猛将高手如云，如果没有万人敌的实力，杀我谈何容易？一成功，我就拉他上来。梦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可以。首领的举动，偏偏全部在我意料之外。如果这小子不是疯子，恐怕他就是一个能与吕布匹敌的怪物。奉献施暴，杀兄之仇。见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
死亡并不可怕，人生的目的地就是死亡。可怕的是，在生与死之间，你究竟做了什么？一早便收到赵大人的任命文书，小的们都翘首以盼。可是赵大人怎么是从城外进来的？我进出哪里，也要先问过你吗？怎么敢？怎么敢？小的不是这个意思。大人不计小人过，算了，你继续吧。好。下一批。黄伯伯，这小子看来很有用啊。对，一会儿要是出了什么岔子，就先拿下这家伙。军爷，都是些祭祖用的东西。叫什么名字？来洛阳做什么？皇座在各地行商，今年特地回乡祭祖。回乡祭祖？家住洛阳哪里？家住石阶5巷营号。蠢材，洛阳人怎会有这么重的南方口音？老伯，你这样可过不了关呐。一行15人，前7后8，应该是江东孙坚会稽军的编制。你叫黄座？是的。住在石阶5巷营号？是的。哼，被人看出破绽了。哼，营号不是姓黄的。西凉兵都如此机智吗？有好戏看。哎呀，出外多年，连家都忘了，应该是丑号。丑号是姓李的。哎呀，年纪大了，真是忘了。老爷爷真没记性。是子浩，一定是子浩。子浩。说！骗你的！来人！要命的就别动。有劳兄弟送我们进城，你们先进去。是。姑娘，饶命啊！别说话。女侠，你该不会杀我吧？兄弟，别说话。下面在干什么？一下子放这么多人进城？不要乱说话。没问题，是同乡的兄弟。赵大人，小的已替你向兵部报到了。啊，有了。赵大人，这位是？啊，他是我刚在西凉纳的第18个妾室，漂亮吧？大人年少有为，得享其人之福，下官好生羡慕。是啊，又漂亮又温柔。你走。大人，今天来逛一逛。轻点。不同凡响，不愧是咱们西凉的女子。赵大人，保重。
饼，新鲜的大饼，好吃的大饼，好吃的大饼，来吃喽！你这么凶，到时候谁敢去？将军，早安。早安。早安，现在已是午时，不对，那是暗号。来人，有刺客！那边，小李，你先走，这里有我。快走，按计划行事。你跟我走。哎，别扯乱我的头发！哎呀，疼疼疼！是口中刺。听口音是会稽人，是王朗军还是孙坚军？孙坚军，黄盖。好，华兄早就想领教了。黄盖正有此意。站住！别跑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疼疼疼疼疼！站住！站住！哎！再过来，别杀了你们大人！停！大人为重。哎呀，疼！你还真是我的护身符。有两下子，这丫头跟小梦不相上下。护身符，给我走！我不是吧？原来除了武功外，论狠毒，你也跟小梦不相上下。谁说南方少女温柔啊？喂，不要瞎跑啊！前面是。这就是闯城的乱军吗？进洛阳前也不先看看地图。天下间竟然还有这种傻瓜，单枪匹马来闯北部卫所，生得这么标致，杀了太可惜了。让叔叔陪你玩玩。
五岳高手们的本事。小郭，快点吧，人家笑你了。妈的，这卫所里的都是西凉军中将官，这样下去，早晚会……活该，泼妇遇上色鬼。这人比之前的更强，就算是黄盖叔叔。兄弟，哥哥帮你一把。我也来，我也来，我也来。不要啊，军爷！哎呀，这才值几个钱，小气啊，真是小气。兄弟们，干得漂亮！还不是栽在咱们六院手上。谢了，兄弟们，这牛是我的。你中计了。六院的人挂了。是啊，活该！大家一起上吧。走。3月的人想先读先登，我们也上啊！上！谁？是谁呀？那少人？谁呀？谁？出来！复仇乌龟！算什么好汉？出来！给我出来！出来！我做的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，本来就算不得好汉。说话的是什么人？左右包抄。不用这么麻烦。一起来受死吧！弟兄们，杀了他！
落户藏龙之地。多谢壮士出手搭救。杀人了！只剩下你们2个了，来吧，我不用兵器。妈的，士可杀，不可辱！本事不大，脾气不小。那个叫黄盖的，找到了吗？李大人已将4处街巷包围，相信很快便可拿下。报！逃往北门楼方向的探子怎样了？禀报将军，北部卫所遭遇突袭，折损各营将官共计15人。2人为孙建军口中刺所杀，其余大半为此种脱手镖所杀。布上的文字只是烟幕，实则真相就在布边的黑点上。那不是布国的无忌？果然一致。我来算，你来消，如何？相辅相成，如此甚好。12减10，12减9。11减9，术之法出于圆方，圆出于方，方出于矩。11减8，11减7。母相成为法，实如法而已。10减7，9减7，9减5。以少减多，更相减损。7减4，7减5，6减5。求其等也，以等数约之。1营1不足，1营1士足，1不足1士足。从约分数到和分数、减分数、乘分数、经分数、克分数、平分数，再到方程数的直除法，此2人的算学功力深不可测。还有5减2，你认为呢？完全同意。这世上竟有人跟我想法完全一致。司马公子，消好了。他们在做什么？再低一点。这2人不会是故弄玄虚吧？啊！竟然有字！这2个小子竟能想到如此匪夷所思的算法，想不到依此算法，布边的黑点竟然能合成字句。城下一句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太厉害了！仲达还有戚戚都太厉害了。看看庞纪，无话可说，连解除第2谜题的6旗凤雏也无话可说。能够震撼到像庞纪和凤雏这样的天才，难道仲达和戚戚已经到达了那个境界？庞大人，你知道这句子的意思吗？想不到董卓手下除了许灵之外，还有这样厉害的人能使出此计。这城下一句，就是要郭汜将旗下臣民搬往洛阳，再一起前往长安。无论以4为2，决引军攻少军龙山梁营，还是初6攻东军为右，北陵放火，都是思想陷阱。关东军士越是钻研，就中计越深，会被引到远离洛阳的地方。到他们醒觉中计之时，西凉军早就搬空洛阳，远走长安。能使出此计之人，谋算不在许陵之下。
若关东联军知悉董卓班城已逝，那些见利忘义的军阀必趁机攻打洛阳，争抢这块肥肉。那时候，阿晃他们要营救大哥，就更为艰难。何况，现在告知他们真相，都没有人会信我。老师，城下一句只有一个意思。又是你以前说的那样吗？没错，董卓将要放弃洛阳。什么？他也知道？洛阳乃是天下第一大城，又是天子居所，权力集中地，董卓怎会轻易放弃？郭汜善用陷阱计谋守城，董卓命其城下一句，想来正是要加强洛阳城防范。由此可知，董贼要坚守洛阳。水镜先生怎么看？先生，还请不吝赐教。老朽受袁绍将军所托，来此探明藏在这西凉经书布帛中的玄机。现如今既得出城下一句这样一个谜底，自当即刻禀明袁将军。以袁将军之英明睿智，必有应对之策。诸位以为呢？先生所言极是，但是，老师够了。兵法之道，实则虚之，虚则实之。世事如棋，当今之事实乃百年不遇之乱局。尔等身处棋盘方寸之间，虽眼见，亦未必为实。这小子才思卓绝，可惜，如果凤雏已经出世，那么仲达，现在这么多将军想见你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！天兄，你素知我不喜从军的。哎，可惜可惜，小别数载，想不到你已脱胎换骨。司马公子要离开了吗？是。今日有幸领教了公子的算学。彼此彼此，不过还没算完。如果我没算错，如何？卧龙之名必属于你。不可能的，关东的内应袁泰已死，他们如何得知今日班城，还能提前部署这样的行动？难道更强的计策已经发动？好身手，小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黄盖，别让他走，杀了他！知道。小子，还认得这绳子吗？忘恩负义的臭婆娘！困住他！走，这人留不得，别让他通知西凉人。知道了，小子你受死吧！哥，是你！方儿做得好，介业。开城门！关东乱军围攻宝阳城，我等奉吕布将军之命，带人质出南门退敌。
李傕大人出外抗敌，小的拿不了主意啊，请稍等。等什么？郭汜大人城池一失，洛阳必遭围困，这责任你们大人担当得起吗？副统大人，他说的有理，咱们可不能连累李大人啊。但是快，10万火急！副统该如何是好？3、2、1。不费一兵一卒，袁公子真乃绝世无双。袁公子，李傕出城抗敌，莫非也是？将军似乎已经猜到了。第一步，以救保阳为饵，诱出李傕；第二步，以救洛阳为饵，诱出郭汜；第三步，沿途固步迷阵；最后计算天时。昨夜无星无月，伸手不见五指。郭李两人又都是擅长先发制人的西凉骑军武将，自会上演一出好戏。有袁公子在，什么事都办得成。运筹帷幄之间，决胜千里之外。七师弟啊，多谢你飞鸿传书告知城下一句，令我得以施展这样的计谋。看来争夺卧龙称号的只剩下你我了。是骑兵，这种速度是护城大将军华雄的赤骑军。护城大将军华雄在此。这就是赤骑军，这些西域的汗血马比我们中途马快1倍以上啊！怎么办？会被包围了，怎么办？别逃脱！照样不费一兵一卒便击退华雄，各位觉得如何？七师弟，你猜猜我的下一步是什么？当我走完这一步，卧龙这称号就是我远方的囊中物。你们怎么又回来了？开城门！关东乱军追过来了，快开城门！敌人速度很快，是骑兵。放我们的人进来，准备迎敌。将军，他们往城里去了。奇怪，为何如此？竟然往城里逃！他在干什么？莫非……操！掉头！住手！我是护城将军华雄。哈哈哈哈！你是华雄，那俺就是吕布了。混账！将军，这人是李傕帐下，跟咱们不熟，况且现在身份就无指，夜黑无众，不得出城迎敌，给我弓箭伺候！快追！有惊无险，幸好有袁公子在啊！袁大哥，这计太妙了。看来华雄那家伙一时半刻是追不上来了。袁公子，接下来应该如何？华雄在城外绕圈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去另一边的谷门。西凉军那些傻瓜怎么会是水镜8旗的对手？一群傻瓜！你果然是个傻瓜。将军何出此言？刚才你竭力阻挡公子们对这女子行非礼之事，同时却暗中派人将此事告知义父。为了令义父欣赏你的忠心，你不惜使用苦肉计，借此拉低公子们的形象。将军莫要含血喷人。
义父得此女子的消息，想必也是你暗中散布到公子们耳中的。将军，为何如此怀疑我？你的确算是个人才，短短时间内便能晋升为骑都尉。奇怪的是，你每升一级，原先位置上的人即被义父以叛乱之名除去。这心计，恐怕已用到众公子身上了吧？我不由自主地想到，这漂亮的小妮子，就是你特地带进宫内，用来分化他们父子的绝佳工具。当公子们被义父……够了，你没有证据。这是……自家祖传宝剑的样子，你总不会忘记吧？禁军教头元泰叛乱，我已将他杀了。原来这人就是关东联军内应元泰的儿子。元当啊，你本可助义父一统天下，可惜你不识抬举，偏与叛贼为伍。你果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傻瓜。拿下他们！不，我和你势不两立。姑娘，过来！还别给他们跑了！柜子下面有密道，快退！姑娘，你先走，我来对付。还看什么？快走吧！抓住他！快！果然，天明之后就是班城之日。关东的傻瓜们，此刻想必都很忙吧？城下一句的真意，你们很快就能明白。